因为整个双语教育推动呢，各个学校的条件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在去年呢就规划了倍增的计划，里面呢把学校所谓双语学校，那么细分成3种类型，叫 A、B、C。那么 A 类呢，就是它一个礼拜的各个年级呢，它的课程里面有1/3呢都是用双语教育。那 B 类的话，就所有课程里面呢，那么1/6呢是用双语来进行教学。那么 C 类是1/9。那我们各个学校条件不大一样，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所有台南市已经都是 C 类的学校。那我们的计划目标呢，就到113年呢，台南市会有至少1半以上都会成为所谓 B 类的学校。这样的一个规划建成，应该全国各县市，台南市是准备是最到位的。过去我们把英语当作一个学科，那可能教学的方式呢，还要往生活化来使用。那我们双语教育其实是在其他的领域学科以英语来进行教语学，其实它可以说是一个教学上面很大的转变。那重要的是要建构我们学生从小就能够有建构一个沟通的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迈向2030双语国家的目标，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今年7月发布双语教育忠诚计划，同时在西门10小成立双语暨英语教育资源中心，将全面带动学校推动双语课程。台南双语教育也将迈向新的里程碑。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那其实双语教育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政策。那台南市可以说起步的比较早，早在赖清德市长的时期就已经陆陆续续期待，我们也有这个2官办。那其中推动英语教学更是不遗余力。我们除了有双语资源中心的设立之外，还有双语教育辅导团的设立。那其中学校也分 A、B、C 3类，那分别是有不同比率的这个英语课程纳入正式的教学里面，也就是说，用英语教数学，用英语教自然，或者用英语教其他相关的科目。所以说，对于孩子这个沉浸在英语环境里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英语资源中心的建制，能够加速这样的一个课程，让台湾的第一个城市，你讲台语买通的一个城市，未来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是台语、国语你讲英语买通，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有加速的效果。那双语资源中心、双语辅导团就是我们推动双语教育的双引擎。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22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因為最近傳聞吳偉鐵學生時代甲廖伯亞事件有關係，所以議會的自由發言，包括立前謝龍介以及常務議員盧坤福，攏要求市長就抓澄清，指出吳市長強調，伊甲線民完全無關係。面對外界傳聞不斷，議員盧坤福常務的自由發言時指出，伊認為吳偉鐵佇3黨內全國的評比攏是排名頭幾名，有市民來做伊的靠山。因此，希望市長勇敢來面對 A143的風波，直接就抓證明甲廖伯亞事件無關係。對此，市長回應，伊願意甲市民來報告，甲 A143無關係。我的靠山是民眾啦，我相信民眾嘛會當接受啊，對不對？無你這個未爆彈，沒有爆發出來，你講你要當做一個好市長，我請問啦。今仔日這個未爆彈落在人的手裡，當你在得政施政的過程中，後邊來給你真正給你施一個壓力，你就轉彎，台南市民會幸福嗎？我唔相信。第一件代志，就事件本身，其實我唔是對路議員，但是過去貴黨
伫校园还是伫外口作为社会控制，还是讲作为迄个政治征伐，这其实是爱被追究的。第二，针对我的部分，你讲或者 A143，我今仔因为拢是直播嘛吼，我真兴奋，甲罗议员、甲所有市民朋友报告，我甲 A143无关系啊。议员表示，既然市长回应无关系，伊相信市长是有虔诚信仰的人。不过面对 A143的未爆弹，议员认为该提告就要提出告诉。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但市会首次国民党、民进党甲时代力量3位跨党派议员联合为女性发声，会中因特别关心月经贫穷的议题，呼吁市长爱为该政策便利女性，千万唔通沦为口号。台南市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最后一天的市政总质询自由发言。真难得有3位跨党派的议员，包括国民党的林美燕、民进党的郑嘉欣。加时代力量的林义莹联合为女性来发声，因为3位伫顶一次会期同齐提出月经贫穷的议题。虽然真欢喜看到市府伫今年8月中结合民间企业，共同来推动登月计划，不过对一开始的试办甲规模，甚至有算的编列，议员嘛一一提出甲外县市来比较，认为阁有真大的改善空间。观念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现在在预算还没有办法到位的情况之下，比较紧的情况之下，至少我们要先给小朋友一个正确的观念。对，出金来怎么办？因为有的我刚才说有的是比较早熟嘛，早熟情况之下他不知道，甚至有一些单亲家庭是爸爸在带的小朋友怎么办？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必须要扮演好就是母亲的角色。教育这些出金的小朋友，尤其我们要去过滤，学校必须要过滤，是单亲是爸爸的话，我们这边小朋友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他了。你当时有讲说初办3个月，那市府既然有心要办了，为什么不要延续？为什么要讲初办3个月？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我希望我们台南市政府可以正式的编列预算。可以来提供我们9到14岁女孩的初经宝盒，这些初经初起来的时候的这些女性同学可以了解更了解知道说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用品，也不会觉得尴尬。然后2来就是也希望说我们教育局这边也要聘请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教导正确的性知识，包含遇到初经来的时候要如何处理，如何来解决。其实我们光是能够在议会的殿堂谈月经贫穷这个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女性权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大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很明确的3位议员就是要进去预算，因为你如果再用这种捐赠的方式，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捐赠会断了。对。第一是月经贫穷，就是说包括小女孩或者包括成年女孩子，她的一个没有办法负担这个生理期的这个一些用具的问题，她应该获得平权的解决。第二个，您提到的3位提到的是健康教育，怎么样给我们孩子在初经来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3个，您提到了市府现在开始试做的这个部分，上路有点踉踉跄跄，不是很完美，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去检讨。不过您刚刚提到月经贫穷，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他碰到了没有办法使用生理用品的问题，跟健康教育那可能是不同的问题，我们会寻求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议员表示，不只是儿童少女，包括女性家友、经济弱势的受暴妇女等。议员建议，市府应该编列预算，提供免费的卫生棉，予9岁到14岁的查囡仔作为初经宝盒，而且对教育来宣导。月经来要阁再是袂用的讲的秘密，希望会用的总结月经贫穷，去除月经的污名化。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了宣传公投4个无同意，加利西亚林伟丹天辉伫各区议员陪同骑卡车一路走访基站，其中来到安定保安局，嘛向百姓大地祈福，希望保庇台湾安定。21岁上午，立法委员陈廷辉伫咧安定区的保安局准备要骑铁马来继续宣传公投的活动。
当日市员林志聪嘛甲太太余祝清做伙甲立委要准备对安定徛到善化、山上，佮有新化来进行公道的宣导，并伫咧出发进前来向保生大帝上香来祈福。阮甲咱志聪议员一起来举办着对咱这个安定来出发。安定代表咱台湾要安定，都爱投死的公道的无同意，安尼咱台湾才会安定。所以这非常有意义，对安定出发，我们要行善化、山上、新化，希望讲会当行遍到每一个区域，走遍每一个区域，让每一个区域的民众感受到说，原来这一场公投是每一个人的事，只有每一个人的代志，伊才会当真真正正伫12月18出来投票。迄种的意志，才会当结合起来。立委透过骑脚踏车的方式，会当更接近市民朋友，希望透过一边运动、一边宣传的方式，让经济民众会当了解公道的内容，并呼吁全国的民众一定要伫12月18号当日出来投票，守护台湾。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市员选举新人出头，前市府副发言人林依婷嘛将到日南区安平区的民进党议员初选20号也服务处成立，不少蔡英文幕僚等党论级的贵宾拢到场徛台相挺。20号下晡是台南市府前副发言人林依婷服务处的成立大会，身为市长会提的子弟兵。市长嘛亲身到现场徛台，并对林依婷有真悬的肯定。在市府服务的期间，透过主持市政3分钟来走访台南的各区。透过这个机会嘛，让林依婷经过思考，决定来投入这届选举，希望当用无同的角色来替民众做经济服务。就是8月底离职之后，其实一直勤走地方。那这1年多来，一直都是在做这些工作，就是我们走地方。那其实会接触到，就是现在可以进到英系，其实我真的很与有荣焉哦，因为我觉得可以跟着全台的不管是议员候选人，或者是立委，或者是议员一起努力，然后有这么多的前辈给我相当多的经验，其实我都非常的开心。当日蔡英文总统有真侪重要的幕僚嘛，拢特别来台南为林依婷徛台，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甲这位重要的幕僚，佮有立法委员，甚至是跨区来台南的高雄市员黄捷，佮有担任主持人的台南市员沈振东，甲这摆嘛要参选的市员蔡立青甲朱正轩，拢纷纷到现场为依婷相挺。林依婷的能力受到党内鹰派的肯定。希望伊嘛会当得到大家的支持，来为政界带来少年的新力量。算是一个服务处的成立啊，它也还称不上竞选总部，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先经过初选。那最主要呢，其实现在选举先摆一边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在12月18日我们的公投。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找了很多贵宾啊，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号召大家一起在12月18站出来投这个4个不同意。针对12月18号的公投案，市员参选人林依婷嘛希望透过今仔日这个机会，来向大家解说公投的内容，呼吁大家一定要用行动来守护台湾。现场嘛特别用口号林依婷当选，4个无同意，台湾更有力来为台湾为林依婷加油。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宏伟科技观光工厂20号一透早特别举办嘉年华路跑，庆祝千位民众到场，场面相当热烈。历届活动麦当讲是台南对疫情境界降级以后第一场大型的路跑。20号来到宏伟科技的观光工厂，因看到现场有真侪准备要参加5公里甲10公里的路跑健作活动的民众。前一阵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有真侪人大部分拢长时间伫厝里，所以透过安尼活动，会当互大家行出门来运动。观光的工厂吼，观光的工厂，那咱台南市若是全国上多24间，所以呢，
咱市政府若是真认真、真拍拼在推动咱的产业，内底最好的模范生就是我们创办人谢晋新创办人苦先生。好伊甲咱这个林基县林委员伊咧甲教步啦，食咱宏伟米家一定健康像头的这个体育师一样，这么健康，这么好，对不对？活动现场嘛，邀请到健身工厂的老师，带大家伫咧开始进行做简单的热身运动。热身结束了，透过中官甲贵宾做伙来鸣情起早。咱今仔来参加比赛，来自全国各地。拄好有咱新竹来的朋友，讲伊早上4点就集合，新竹来呢，透早天美更4点就一到来。甲新竹拍一个啊！我副市长交代就是讲，咱台人爱先煞佚佗啦开心个叫摸菜上厨上家咱不得了。哇，咱李六拄仔讲的，我唔知我回想起咱的童年，咧打戏说到比赛敢若听着感觉足趣味所以今仔台南一整天都有做精彩活动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宏威谢谢创办人还有他的团队为咱办这个精彩比赛。后疫情时代，宏威科技透过举办安尼活动，互大家伫咧做好防疫措施的状况之下，鼓励大家爱加减出门来运动，互家己会当愈活愈健康。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控制以后，各大运动比赛纷纷举办，其中11月22日为期2天的第6届三立货柜杯慢速女球赛嘛，热烈登场，除了有精彩表演的选举之夜，也有竞争激烈赛程，透过镜头做伙来看卖。第6届三立货柜杯伫咧20号上午来展开，并邀请到石门国小的歌队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同时嘛，邀请内政部次长陈宗彦来到现场担任这届赛会的开球嘉宾。你的这个三立杯举办非常的这个辛苦其实本来今年是要提早，这个不幸来发生疫情啦但是感谢咱三立货柜黄党的因同款继续支持咱这个三立杯来举办所以协会。那三立货柜呢，我们就依然每一年我们继续啦我要感谢我们钟彦次长带领我们走过6届的三立货柜杯。那我们今天很幸运能够在这边打球，也是我们台湾的疫情得到了有所控制。那我们陈宗彦次长也是我们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我们大家是不是先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谢谢。还有我们现场与会的每一位长官贵宾，我们也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谢谢他们的莅临指导，加油鼓励，谢谢你们。镜头来到英曼的选手之夜，活动一开始由各队的奖旗手和主持人来一一介绍立场。现场嘛，和贵宾来一一上台为大家勉励，并致敬贺电。现场更有精彩烟火秀和选手来欣赏，并邀请到真侪表演的团体来台上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主要是来比赛的，对不对？对，要拿冠军的，对不对？事实上，台南市的慢速垒球的风气在各界，包括陈次长包括怡景包括很多的好朋友，包括郡县立委大家一起的努力让台南市的慢速垒球的风气跟实力都是与日俱增。在全民运动会里面我们已经拿了几次，拿了8次冠军，那已经是到今年是2连霸。安尼的比赛，声明各位各界安尼热情的赞助支持，靠这个选手之夜每一年这样的盛况。选手之夜是咱三立货柜杯一个特殊嘛是咱的特色，所以这个选手之夜，除咱的选手来自咱各县市，因为咱过去咱有别个国家，咱是国际邀请赛。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从别的国家队伍来到台湾。纵使
咱有真侪关市的朋友拢来遮参与咱这个比赛。因两届的慢速垒球比赛，希望所有的选手拢会当顺利平安，和各队拢会当摕出上好的表现来争取好成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长期关心偏乡老人甲学童的统一企业自身事业基金会，20号以爱甲感恩作为主题，特别举办公益嘉年华，场面相当温馨热烈，嘛互大家提前欢喜过圣诞。统一企业自身事业基金会为了响应政府防疫新生活运动，结合集团内部6间企业甲协办厂商，伫南旁购物中心的广场举办公益嘉年华会，现场邀请个人企业 Open 奖甲基金会长期照顾的偏乡长辈以及早疗儿童做伙同乐，提前欢喜过圣诞。好帅啊！主办单位伫现场除了规划市集、闯关游戏，也有乐团表演。同时，会场嘛准备100份摸彩礼品，甲大家分享，希望以回馈的力量来关心弱势。统一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成立到今天已经差不多43年的时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总是希望说能够将企业获得的一些资源也用之于社会。然后让我们的社会更充满了一个和谐。在我们的长期的赞助帮忙这些团队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所谓的偏乡的老人家的一个食堂，还有我们偏乡的课舞班、才艺班等等呢。我们大概都会将这些老人家的小朋友把它聚集起来，然后在每一个大型的节日之前，然后大家齐聚一堂，来共享这样的欢乐的氛围。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方式，将一个活动的一个正的信念、爱的价值，把它传递出去，让我们台湾的社会更加的和谐。进前疫情，大家拢困伫厝，透过嘉年华，互长辈甲囡仔行出户外放松心情。主办单位表示，未来会持续举办公益活动来回馈社会，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今年因为疫情，台南市的休闲农业拢主动配合停业，麻烦的营运真受到真大打击。为了振兴休闲农业，市府就要积极争取中央的补助，嘛办理相关农业旅游，做伙来拼农业经济。台南市政府在疫情趋缓后，为加速咱市休闲农业成长，特别办理农情蜜意农游竞赛，邀请旅游业者透过实际搭线方式，成为东山后壁下营新化顶4处休闲农业区，规划出在地特色农产以及农游的行销，以提升农业产值。那今天跟各位介绍我们非常好的农业休闲旅游区，包括下营东山，有后壁。有这个七股，还有等等的，许许多多这些休闲旅游区，其实都可以一场农游去，就是说，不管是在农业生产，或者是在农家风光，或者是农民的淳朴，其实都有让你这个惊艳的这个看点。因此呢，我想这些休闲农业区是台南最近力推的这个休闲的这个农游方向。那我想说，不管过去所提到的海线或者是山线，像左镇啦、像南溪啦，或者是海线像七股啦，或是这个农村像那个后壁东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你来一来再来一看再看的。台南有丰富的人文，也有丰富的自然，有富饶的物产，也有这个许多好吃的美食。这些我相信来台南，保证不会让你失望。除了串联东山后壁下营新化顶休闲农业区的规划，后续也会进行产业辅导，最后再加上农业手册以及微电影，以达到强化农游行销效果。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22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